第六集珍珠。观音破病啊啦！哈罗讲，哈，观音是神呢，哪会破病？拖汤问，众神明对咧吐大气，规间庙电震落来，敢若听着脆脆碎碎的声音，亲像珠仔落伫咧涂骹。迄个声音真细、真幼、真清楚，一粒一粒跌拍拖汤的心肝头。我甲你讲头尾好啊啦！妈祖恁手七目圆，声音惨切。观音是我的好姊妹仔伴，无言不遂。咱逐工想的，就是要安怎救一个人世。毋知是啥物原因，下假的头一工，观音倒伫咧葡萄园内，拍死拢毋落床。问伊倒位无爽快，伊敢若讲：我艰苦，我足艰苦啊！就甲家己拐起来。贴石头去放葡萄园的空口，安怎画都是毋应声，众神明嘛无法度入去。唉，恁人哦，莫卡诉讲天破落来，阁有神明咧动咧，咱神也拢去了，是啥物来换咧？哪会安尼生呢？妈祖的目屎化做一粒一粒的珍珠，落伫咧涂骹，就嘴炎炎，心酸酸。搁喙膏较细粒的珍珠，细粒搁喙膏细细粒，就无去啊！观音是阮阿嬷上爱的神明呢，伊逐工伫咧观音的插仔头前细细念。害我的耳孔痒到要死啊！我知影啦，是观音嫌阮阿嬷的声音歹听，才会闭起来。拖汤讲，恁阿嬷是咧念佛经，乌白讲，哈罗飞花。我知迄是上紧啦。阿嬷讲，只要咱虔诚注心。观音大师就会保庇咱全家平安顺遂。啊，原来观音破病哦，莫怪阿嬷即两工脾气歹到要死。拖空，喙翘悬悬，甲迄无伫代啦，迄嘛毋是重点啊。哈罗应，是啊，重点是我要转去找阿嬷。无要伫遮听迄迄灵啊、地鼓啊，真无聊。不如转去阿无庄甲我阿不离算。哈罗，带我转去，带我转去啦！拖汤哪吵哪去游哈罗的尾溜。你阁有任务，袂当走。哈罗将拖汤的手害开。我是来耍的呢，是要出啥物任务啊？拖汤就要失去耐性，你的任务就是去消灭鬼王。哈罗正经的讲，你莫讲耍笑啊啦！恁神明拢无依法，阁叫我即个黄孙仔来，拖汤介袂爽。就是阮神明无法度收拾鬼王，才会叫我去凡间讨救兵啊！哈罗讲。我袂瘾啊！拖汤气甲地骹转地，非得你嘛无法度转去啊啦！无赶紧甲鬼王掠落来，伊的灵界反应真崩，发生小爆炸，神明界会崩败，恁人嘛死无路啊！哈罗头咧咧，众神明目睭垂垂，妈祖啼啼哭哭的讲。我的好姊妹啊，你为着救苦救难，日夜操烦，甲艰苦吞咧腹肚内，足侪代志拢无参我讲，
定定看你面色白白，敢若亲像有千千万万的忧愁化袂开。你拢是为着创新百世啊？到底是啥物原因，互你毋落眠床？你都爱讲出来，你都爱讲出来，互我甲你斗胆。哈罗甲拖汤掠去边仔开读。咱拍庙妈祖的农历是3月22，比外口的妈祖较早一工，安尼你就知伊较谨慎。丙午年拍庙去互大地当顺当家，家仔的妈祖经开总是王庙总倒，临时欠钱欠工，国不将甲新尊含老村的旧料捡做伙。伫遮咱徛的所在起庙，迄时号做自济寺。妈祖暂时伫遮住，逐工为后殿来到大殿参观因卫生，感情实在有够好诶。过无偌久，民雄的新妈祖经就要起好啊，煞拄着即款代志，妈祖才会如此的伤心。哈罗是安尼讲诶。众神神规步，无讲话。听到遮济歹空诶代志，请夜诶拖汤感觉赤擦，衫领人人好凉，就甲香火念出来。袂使透早拍蒲仔光，拖汤诶勇气含智慧拍开，人就来大变化。精神有甲饱甜，讲阮阿嬷有一句话。代志歹扭力，心情着爱松。啥物办法啦？7月时啊，拍庙的神明全无法力，敢若观音才有法度驾驶。硬去甲鬼王请病，阮输诶啊！哈罗讲话散断，咱心内甲代志想个明，想个清。观音毋知倒位破病。放鬼王互六角，众神明压袂落去，天地颠倒柄，拖汤讲话真说拍。你是咧搬喙紧哦，搁来咧，哈罗的乌尾溜翘起来，要互天地日月照步行，上要紧的是甲鬼王掠起来。要掠鬼王，爱去求观音，观音煞倒伫咧眠床。其实你路真简单，先来找医生，甲观音的病治疗好。拖汤真有办，这道理3岁囡仔嘛知。问题是新民界的医生无伫咱庙内，爱去保生大帝庙应大着讲啦。哈罗害头，咱着去拜托大道公来往诊啦。府邸无偌远，差几仔点的尔。拖工随应，讲到遐简单，咱连庙都出袂去啊！你头拄仔都险险无命呢。迄只鬼王早就失去控制啊！竟然有物件出现伫个街仔路，当头白日火就喷落去，喷甲你袂赴投胎。哈罗对咧细子，阮阿嬷有讲过。办法就伫身躯边，免惊远。拖汤哪讲哪跳，跳过石女上大殿。莫讲众神明，连石女的灵拢嘛回头去看。拖汤跳啊跳，跳到凉平的壁拄骹，遐有路线伫个山东树林。长好平的加起来，拢足18个。同时，18个罗汉同齐回头，甲拖汤赢，同齐出声：人害人，天毋轻；天害人，目睭情。bingo，我知影啦！拖汤欢喜一声，对众神宣布：咱来去骗鬼王。互伊看悬无看低，让鬼王的骹棒去找大着讲，上好是有遮好骗啦！你敢有法度？
哈啰甲拖汤吐擦，拖汤晕了啊大头，看罗汉山背景迄边薄薄的饼肚，灵机动咧飞，